阿这是花，一年是叫木家你什么呢？从啥子边嘛呢？明年过福地两万阿路，不要提的破瓜比是叫木家弗朗哦。阿女的从来在提容呢，一整年过啥道理多做那么5年，明年过第年嘛是比，但是一节钱一是那么别个价格咯，过天1年都值吃咯。明年过啥多年，我里多做点嘛忙啊，送爱米推马里比我不敢我比。都价值是1年一苦瓜辣椒咯，一里在妈妈里比啥都面对呢。明年瓜爹妈做啥阿吃那瓜做嘛的也是里哇，过天你瓜比54年1年没有的阿克塞托意思，一整那瓜嘎嘎就吃比塞掉咯，说的一家啥什么说的一家多家处理呀咯，你莫都加个梦里说不得爱米，你莫都那个咯。这么子面你不你1年，今年去那瓜喝茶点是不得是那瓜爱米，为啥一今年去那瓜出去了那么不个谁个家咯，最后么个家咯，阿是米鱼那边爱米也是就家里米呀咯，一得就茶是呀咯，做啥子别嘛呢？米那瓜福地两嘛啊咯，面你如了说别嘛呢？为啥子女阿妈的衣服是瓦大咯？我嘛不得如了说别嘛呢？之前的之前是瓦是如此的服，也是就家里做着那个咯，阿多里你嘛姐姐里谁点那嘛阿妈的米，是谁土进那大咯？就说那罗克斯不得呀，可什么哇？阿就是花花。